到11节的感动时刻，今天我们要带您到苗栗公馆。提起了苗栗公馆这个客家庄很有意思，因为靠着居民的努力，大家共同发行了社区报，叫做爱聊下。有人当编辑提供消息，也有人呢当起了公民记者进行采访。大家希望在地人能够更了解在地的故事。双摆给讲的回忆老公馆的部分哈，也无用，只要也是报告过没有。苗栗公馆乡民积极讨论，为的就是要帮下一期的社区报《爱聊下》设定采访大纲。那都把它结合起来，然后还有刚刚蔚兰姐的那个跟学员，我们时程排一下。民国100年创刊的《爱聊下》是以公馆的旧地名来命名，从主题设定、采访报道到校稿、定稿，都是由居民一起完成。每个星期2次的编采会议，由地方耆老当编辑提供消息，让有兴趣的公民记者来采访客庄的人事物。每一期都是我们提供的就是挖宝。不管它是哪一类的啦，反正吃的、做的、还陶瓷的，全部都有了。大家都能当记者，所以乡民很投入。而最近意外频传，大伙决定以居家安全当头条，到卫生所开始采访任务。要怎么改善家中的危险因子？公民记者问得可仔细了。这个是怎么使用啊？这个居家安全的用品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小东西可以有效的增进我们这个家庭的住家的安全。轻松抓到采访重点，因为大家已经上过20几堂的编采课程，而采访的内容包罗万象，跟公馆这个客家庄相关的在地故事，他们是绝对不会放过。主要都是围绕在公馆乡的一些人、一些事或是物，那是值得我们纪念下来。就是希望在社区报当中呈现一般报纸没有办法呈现的篇幅。1个月出刊1次的爱聊下，免费让大家索取，店家、公所、图书馆，通通都能看得到。热腾腾刚出炉的社区报，民众都很有兴趣，因为这些都是社区的大小事。有人喜欢看的是客家美食的介绍，也有人就爱这一栏客家谚语教学。可以从这个刊物里面学习很多很多的东西，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啦，还有那些你以前没看过的东西啦，还有在地的特色文化啦。每个月4000份的爱聊下，记录社区故事，守护在地价值，也让在地人更了解自己的家乡。人亲土亲，家乡的点滴紧紧系着最初的依恋。人世的更迭，淡淡记录着时间的痕迹。爱聊下的老少把对乡土的爱保留在白纸上，当你阅读时，也迎着感动时刻。